哦，这杨酸哈，用水，水平，96岁，这哦，这咱林太太90岁啊，林太太90岁啊。我这边情况无啥了。安尼呢哦，安尼唔通勉强就对啊，对，安尼有影就对啊，对，年纪大啊。60人者。哦，安尼哦，哎呀，高兴啊对啦，食老拢心元气拢较无够。苏东坡的老爸啦，苏东坡的老爸，摇上老大。哦，食老着，我明仔叫放过摆哩，改善就爱食这补肾的物件，人参3斤，枸杞3斤，营养好3斤，人参补气呢，枸杞滋阴呢，营养好作用呢，才饮啊读啊。哦，真好，真好。